继美国之后，英国也要求企业勿用维吾尔强迫劳动产品。但随着奴役问题从东突厥斯坦蔓延到中国多个省份，很多品牌都表示难以追查确切货源。英国国会商业、能源及工业策略委员会周四要求各大服装品牌交代棉花供应来源，确保不涉及中国集中营的强迫劳动。阿迪达斯、亚马逊、盖普、H&M 集团、宜家、玛莎百货、耐克、彪马等10多个品牌回应委员会查询。中国政府的强迫劳工问题已从东突厥斯坦蔓延至其他省份，国际品牌要追查其中国供应链是否涉及强迫劳工变得日益困难。委员会成员保守党国会议员甘尼说，这是个很吓人的想法，英国消费者可能在不知情下支持了那些从维吾尔强迫劳动中获利的企业。去年向媒体爆料称遭到中国威迫而担任间谍的维吾尔人尤苏普·艾美提11月2日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遭枪击受伤。此前，土耳其媒体报道，一名声称被迫向中国当局出卖维吾尔族同伴的维族男子在伊斯坦布尔遭枪击重伤入院治疗。位于伊斯坦布尔的东突厥斯坦人权观察组织秘书长伊兹巴萨尔向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更新尤苏普·艾美提近况时指出，自6日凌晨3点起，艾美提突然呼吸困难，情况开始恶化，如今再度病危。尤苏普此前曾在半岛电视台接受采访时透露，中国以威胁家人的方式强迫他从事间谍活动。兰州市政府周四表示，兰州生物药厂部落食菌泄漏事故后续发现了更多的感染者。据中国媒体报道，截止当日，当局已对55000余人进行了相关检测，确认的抗体阳性人员达到了6620人，较兰州市卫健委9月通报的阳性人员数量增加了1倍多。据悉，去年7月至8月，兰州生物药厂在受用布洛氏菌疫苗生产过程中使用了过气消毒剂，导致废气排放杀菌不彻底，废气形成含菌气溶胶，人体吸入或黏膜接触后产生抗体阳性。宾州共和党人要求联邦最高法院暂停统计选举日后收到的邮寄选票。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人的律师要求联邦最高法院暂停该州统计在选举日后收到的邮寄选票，要求最高法院下令宾州州务卿对这部分选票进行记录和分开，并且暂不对选票采取其他行动，包括对其进行清点。据报道，拜登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得票率也反超特朗普。在此前，特朗普虽然在得票数上暂时领先，但是优势并不明显，双方差距仅为18000多张票。宾州的计票可能会帮助拜登最终迈过胜选所需的270票门槛。宾州总共有20张选举人票。全日本空手公司的客机6日在添加了源自食品废弃物的喷气燃料后，从东京羽田机场起飞，前往了美国休斯顿。此举是应对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世界潮流。根据共同社的消息，日本航空的目标是从2022财年开始使用通过回收飞机上的生活垃圾获得的生物燃料。日航从2022年4月开始致力于简化过去经过测试的生物燃料的使用，到2050年实现二氧化碳零排放。因此，在2018年进行的860万美元的投资范围内，该公司计划在连接美国和日本旧金山的路线上为飞机加油。2023年以后，从日本出发的客机上将全年使用该燃料。日本航空公司也基本决定最快2022年度起，在国际线定期客运航班上使用以家庭垃圾等为原料的生物喷气燃料。